大家好，很多人问我们每年的年底举办的普巴金刚法会主要是做什么？主要的它的用意是什么？当然，普巴金刚法是在我们藏传佛教尼玛派来说的话，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本尊。然后那每年年底的时候举办普巴金刚的法会，是主要呢就是岁末除障的法会。那么特别今年有些人问说，那么普巴金刚法会跟今年的这个疫情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对疫情有没有什么帮助？当然这个是有最大的帮助。像比如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今年一开始疫情开始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中心不是举办了一场100多位僧众的一天的法会嘛，然后这也是相当也是为了在疫情在怎么说呢，那个台湾不要造成太大的伤害，希望呢就是疫情早日能够可以在消逝人类世界的以这样的祈祷。那当然年底的普巴金刚岁末除障也是同样的，就明年的新的一年当中呢，就不要有任何的障碍，尤其是今年呢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是2020年的这个一整年呢，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非常辛苦造成了很严重的怎么说呢压力，对经济上，对人类的健康上，对生命上，特别呢就是对心理上也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在所有的众生，特别呢就是今年是人类众生是最辛苦的一年，所以希望呢就是我们在年底这一次做普巴金刚的岁末除障法会的过程当中，因为岁末除障法会是修系真怀住四法来消除一切障碍跟一切为难然后一切违言圆满一切功德跟福报的一种方式。那么特别今年呢就是特别增加消除所有疾病，特别呢就是这种传染的那种病以这方面呢就是一定会增加更多的法的内容。普巴金刚法会每年都是2天的法会，那么去年特别加了时间，就是修了3天还是4天去年的话就是4天的法会。那今年也一样，我们实际上的修法是修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的法会，然后礼拜4开始做布置跟前信，然后前后的话加起来也是4天的法会，然后真正的修法是礼拜五跟礼拜六礼拜天3天法会。但是让弟子们公开可以参加的法会来说的话，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2天的法会所以为什么今年跟去年都要增加普巴金刚法会的这个时间要更长呢？原因是什么？为了能够可以消除疫情疫情早日离开人类，就这样的用意。所以参加的人，所有参加到的人，或者是自己亲自没有来参加的情况下，看到我们的这个普巴金刚法会的消息的有这个信息的，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也是希望跟我们一起发愿跟我们一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愿在一切众生呢早日能够解脱所有的痛苦，特别呢就是疫情的这个困难早日解脱早日获得圆满佛果，以这样来发愿。谢谢大家。